考下你，以弗所教會主要由使徒保羅建立同牧養。點解由約翰寫信俾以弗所同埋另外6間教會？信嘅內容係講啲乜嘢呢？先睇下背景。保羅第2次宣教旅程嚟到以弗所傳道，之後百基拉、亞居拉同埋阿波羅亦都喺呢度服侍。到第3次宣教旅程，保羅再次回到以弗所，喺呢度停留約3年，大大建立和鞏固教會。以弗所亦逐漸成為福音傳遍亞細亞省嘅重要中心。啟示錄一開頭有7封信，寫俾以弗所、士每拿、別迦摩、推雅推拿、撒狄、非拉鐵非、老底嘉。但如果你將呢7個城市喺地圖上連起嚟，你會發現一件事。一個從海路嚟嘅信使喺以弗所上岸，沿着呢條環形大道走，就可以一個城接一個城咁送信。學者留意到呢7個城市唔只係7間教會，而係7個區域嘅中心。信送到呢7個地方，就可以再分發到周邊嘅城鎮。而亞細亞省唔止7間教會，哥羅西、希拉波納、特羅亞都有教會，但唔喺名單上。咁點解係7個呢？因為喺聖經裏，7代表完全，呢7間教會代表全教會。主後70年，耶路撒冷淪陷，羅馬毀滅聖殿，基督徒四散。有學者推測，約翰之後去咗以弗所，而按早期教會傳統，約翰喺晚年喺以弗所牧養呢一群教會，直到年老。保羅已經殉道，亞細亞一帶嘅教會好似失去咗一位屬靈父親，而約翰其中一位仲親眼見過耶穌嘅使徒就喺呢度牧養佢哋。到主後90年代，約翰被放逐到拔摩島，究竟佢犯咗咩罪呢？啟示錄只講一件事，佢係為神嘅道同埋為耶穌作見證而去到嗰度。拔摩島離以弗所海岸只有60到90公里。約翰冇被送到遙遠嘅地方，佢被送到一個離佢嘅教會唔遠卻隔絕嘅小島。讓我哋做一個對比。以弗所當時亞細亞省第一大城，人口估計超過20萬，有全世界7大奇蹟之一嘅亞底米神廟，有可容納25000人嘅劇場。呢間教會嘅聖經根基可以話非常深厚。保羅曾經喺呢度教導咗差唔多3年，阿波羅嚟過。後來約翰亦都喺呢度服侍，照計呢間應該係最穩固嘅教會之一。但基督竟然對佢講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，就係你離棄咗起初嘅愛心。拔摩島，一個34平方公里嘅小島，人口稀少，羅馬用佢嚟做流放地。順帶講一句，常常有人話拔摩島係荒蕪嘅採石場苦役營。呢個講法冇考古根據，考古發現顯示第1世紀嘅拔摩島有希臘人嘅聚落，有體育館，有神廟，佢係一個細但有人住嘅島。約翰從一個20多萬人嘅大城市被送到一個小島，從教會網絡嘅中心被隔絕，但係就喺呢個小島上，佢寫咗啟示錄。而今日以弗所係廢墟，冇人住。拔摩島有3000多人，每年迎接成千上萬嘅朝聖者。人看來嘅成功，原來係失敗；而人看約翰似失敗，但最後佢其實係成功。士每拿受逼迫、貧窮，將要下監。基督對佢話：我知道你嘅患難，你嘅貧窮，你卻係富足的。基督對佢哋話：你務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冠冕。然後幾十年後，士每拿出現咗早期教會其中一個最著名嘅殉道者坡呂格，佢已經係一位老人。羅馬官員話：只要你咒詛基督，
就可以放你走。拖呂格回答：我服侍他86年，他從來沒有虧負我，我怎能褻瀆我的王？最後佢喺士梅拿殉道。基督對別迦摩話：我知道你的居所，就是有撒旦座位之處。點解別迦摩係撒旦座位之處呢？學者對撒旦座位有幾種推測：一、寶座形嘅宙斯祭壇；二、該撒崇拜中心；三、醫神 Asclepius 嘅崇拜中心。佢嘅符號係蛇。城市嘅山頂上有一座巨大嘅宙斯神廟，佢嘅形狀似一個高高嘅寶座，遠遠就睇到俯視整座城。但別迦摩仲有一個更沉重嘅身份，佢係亞細亞省該撒崇拜嘅中心，敬拜羅馬皇帝為神。第一座供奉羅馬皇帝嘅神廟就建在別迦摩，咁意味住乜嘢呢？對住喺別迦摩嘅基督徒嚟講，拒絕稱皇帝為主，只認耶穌為主，係一件有生命危險嘅事。而基督跟住話：在你們中間，我忠心的見證人安提帕被殺之時，你還堅守我的名。安提帕係一個忠心基督而被殺嘅信徒。推雅推拿係一個以商業同埋手工業聞名嘅城市，有好多唔同行業工會，做生意嘅人往往要參加工會嘅宴席，而呢啲宴席常常同偶像崇拜連埋一齊。基督稱讚呢間教會：我知道你的行為、愛心、信心、勤勞、忍耐，又知道你末後所行的善事，比起初所行的更多。但問題係，佢哋容讓嗰個自稱為先知嘅耶洗別教導信徒妥協、食祭偶像之物、犯淫亂。佢嘅問題唔係冇愛心，亦唔係冇侍奉。佢嘅問題係有愛心卻冇界線，有包容卻容讓罪惡。基督提醒教會，愛唔等於乜嘢都接受。基督對撒狄講：按名你是活的，其實是死的，即係咩意思呢？撒狄以前係古代呂底亞王國 Lydia 嘅首都，曾經極度富有。歷史上第一批金銀硬幣就係喺呢個地方出現。不過去到約翰寫啟示錄嘅羅馬帝國時期，撒狄昔日嘅光輝已經過去。基督就話呢間教會表面上仲有宗教活動，睇落好似仲係活嘅。但其實佢哋嘅內心對神已經冇乜反應。基督又對撒狄講：你要警醒，若不警醒，我必臨到你那裏，如同賊一樣。點解對撒狄咁講呢？因為撒狄見係一座極陡峭嘅山上，被認為係攻不破嘅天然堡壘。但歷史上撒狄被攻陷過2次，兩次都係因為守衛鬆懈，冇警醒。守衛以為個地勢已經保護到佢哋，所以就放鬆警覺，甚至瞓着咗。基督話：非拉鐵非略有一點力量，因為嗰度成日發生地震，所以人口唔多，資源亦都有限。但基督讚賞佢哋冇因為自己力量細、資源少就放棄主嘅名，相反，佢哋仍然忠心遵守主嘅道。基督對非拉鐵非講：得勝的，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，他也必不再從那裏出去。點解特別用柱子呢？因為非拉鐵非位於地震帶，主後17年，一場大地震幾乎摧毀咗成座城。之後好多年，餘震仲不斷發生，居民成日都要逃出城外，甚至住喺帳篷入面，因為驚啲屋會倒塌。對一班成日都要逃出城嘅人嚟講，在神殿中作柱子，不再出去，係一個非常深刻嘅應許。以後唔使再逃，亦都唔使再驚身邊嘅一切會倒塌。老底嘉嘅水要由城外經過一段幾長嘅輸水系統先至引入城。今日考古仲可以見到嗰啲水管，而且管入面留低咗一層又一層厚厚嘅礦物沉積。所以當基督話你既如溫水，也不冷也不熱，所以我必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對當地人嚟講，入口令人唔舒服嘅水呢個形象一啲都唔陌生。
有啲解經者再進一步，將附近希拉波納嘅溫泉同哥羅西一帶嘅清涼水源作比較，熱水有熱水嘅用途，冷水有冷水嘅用途。問題係變成一啖令人作嘔、毫無吸引力嘅溫水。不過要講清楚，根據目前嘅考古資料，老底嘉主要嘅水源並唔係來自希拉波納或者哥羅西，而係來自城南大約8公里外，今日叫做 Bashpana，即係主泉 Main Spring 嘅泉水。而基督跟住又話：我勸你向我買火煉的金子，又買白衣穿上，又買眼藥擦你的眼睛。金子、白衣、眼藥呢三個意象都同老底嘉人非常熟悉，甚至引以為傲嘅嘢有關。老底嘉係一個富裕嘅金融中心，又以羊毛業聞名，當地亦有相當出名嘅醫療傳統。但最諷刺嘅係，佢哋最以為自己擁有嘅，正正係基督話佢哋最缺乏嘅。結語，而家嚟到最重要嘅問題，留意每一封信嘅結尾都係同一句說話，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，凡有耳的就應當聽。眾教會係複數，即係話每一封信都唔只係寫俾其中一間教會。呢7封信唔係7封私人信件，而係基督寫俾全教會嘅信。基督嚴厲責備嗰啲離棄咗起初愛心嘅教會，有啲自高自大，以為自己好富足，但基督話佢哋其實係貧窮嘅。有啲只有屬靈嘅外表，又唔警醒，跟住世界嘅價值走，仲以為自己做得啱。相反，基督就讚賞嗰啲就算喺貧窮同逼迫當中，仍然忠心嘅信徒，要將生命嘅冠冕賜俾佢哋。咁我哋嘅教會同埋我哋自己又係一個點樣嘅光景呢？如果今日基督都寫一封信俾我哋嘅教會，佢會講啲咩嘢呢？願神賜福給你，阿門。